嚟到我嘅我敢認第二，冇人敢認第一嘅地方啊！江南西點解咁講呢？介紹下我哋依家個位置先啊！而家我哋企喺呢個位置呢，就紫金大街對面20米嗰間紫金食坊啊，都幾出名嘅。後邊呢，工商銀行呢就代售緊。咁而家呢，主要呢就過嚟幫手幫個朋友就收拾下間鋪啊。其實個位置都幾靚。最早嘅時候呢間鋪咁唔知有冇人記得啦？蘇豪發廊咁蘇豪呢就而家都執下都入晒商場啦。佢有個好靚嘅外擺位啦，有成20。咁加埋呢度15方都有30-40方嘅外擺位置。咁以前就做過來回咖啡嘅。咁來回咖啡咧有一輪就好興。目前來回咖啡喺邊度仲有咧？我就記得沙邊仲有一間。始終江南西咧，因為呢條路入去有咩紫山、紫玉、子丹啊、子丹嗰邊啊。咁呢條街裏邊咧好多嗰啲茶飲咩水廠啊，同埋一啲其他一啲私人作坊嘅一啲小茶飲啊。好耐冇嚟過江南西啦。咁我第一條視頻咧就喺紫金食坊門口嗰張飯台度拍嘅。嗱，可以咁講啊，江南西鋪位，我做中介嘅時候，2001年咧到今時今日，我成交嘅商鋪嘅數量、面積、金額，我敢認第二啊，冇人敢認第一，呢個真嘅，並不代表話啲乜嘢鳩屎嘅地方，只不過咧即係度度都唔係太熟悉嘅時候，咁我喺江南西深耕咗幾年，咁所以咧就亦都多得咗幾個貴人嘅關照，所以咧又有機會喺度成交得比較多啲。以前呢個位咧，就係來回嗰啲職員嗰個工作台，咁後邊就擺啲咖啡機啊、杯啊啲，掀開呢塊窗咧，咁就喺度飲咖啡嘅。出邊擺航凳咁樣，咁其實都幾有情調。呢個係原先住宅個門，後來我哋申請咗商業之後咧，呢個門打開咗，成間鋪咧，除咗呢個位有條柱啊，咁因為以前佢呢度入嚟呢個廳，咁呢度間咗2間房、3間房嘅。其實呢個係一個以前一個房改嘅3房單位，咁因為佢係住喺1樓，所以咧就改成商業用途。蘇豪個髮型屋上一手有做過來回，咁來回咖啡咧喺過年嘅時候就走咗，咁到而家成間鋪咧就方方正正嘅嚇，咁一個4方形。呢度係有洗手間，洗手間咧就去到呢個位，呢度有間儲物室嘅。咁其實就攞板間嘅啫，因為以前做咖啡嘅時候咧多嗰啲食材啊，同埋啲用具，所以佢又揀咗啲地方出嚟放嘢。其實如果打通咗之後咧都好大間嘅。咁呢個櫃打開咧電嘅設備嚟嘅，亦都有來去水，足夠嘅。因為做得咖啡咧同埋髮型屋咧，你80方你少過100個千瓦就冇可能做得到嘅嚇。水更加唔使講啦，你髮型屋你洗頭你個水壓唔夠咧，我覺得冇可能㗎。咁水電係足夠嘅。有啲行業佢覺得辦牌嘅時候有啲困難咧，我亦都可以將我哋原先做開咖啡、做開餐飲嗰個牌照咧租借嚇俾你使用。喺江南西呢啲咁嘅都係叫交通要，因為講真，紫金食坊咧都叫做網紅㗎啦。我哋行出嚟睇睇啊，嗱呢個外擺位全部屬於自己用㗎。咁到時咧就搭翻個遮陽頂。當時咧飲咖啡嘅時候，我哋係坐喺度擺張凳咧喺度煲雪茄嚇，嘆翻杯美式。裏邊就80方，出邊有35-40方。咁實用面積去到82方嘅2字頭，你做咩做唔到啫？而且成個江南西呢個位好養眼，就算你企到頭先，我講緊呢個工商銀行，呢個豐匯居，呢個廣場，任何地方都望到呢間鋪。我諗我認第二，冇人敢認第一吧。